续来看这个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，这个百日草堂咧大开，讲会一直开到8月底，为这个热天加添丰富的色彩。 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有种一大片百日草，拢已经开花，吸引真侪游客来欣赏。水稻博物馆它是兴建于日治时期，在明治维新之后，日本的建筑风格都有偏向欧式洋化的倾向，所以说跟水稻博物馆的花海跟建筑搭配起来，就会有像置身在欧洲花园的感觉。 百日草的面积有将近2公顷，嘛因为花蕊本身的特性，真耐热天的高温，所以到8月底拢是来园区看花的好时机。因为百日草植株跟平常看到的波斯菊那些不太一样，百日草植株它底下叶子较密，而且花朵的那个高度较高，所以说如果要进来拍照的话，要提醒做好防蚊虫的措施。这片花海变做季节限定的秘境，再加上水稻博物馆的建筑，嘛好这变做真有国外氛围的景点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